本次動作為 lunge 弓步，左邊係陳天啟學生，右邊係伍柏賢教練。開始動作，首先教練向前向後帶動學生，之後學生直手弓步出擊，前腳90度，後腳伸直，身體保持穩定，完成弓步動作。而家呢個動作將會係防守還擊。首先左邊係教練子峰，右邊係學生 Matthew。首先子峰會進行進攻，然之後 Matthew 隔擋，然之後子峰行前半步，俾 Matthew 再進行防守還擊。呢一 part 就會由我 Matthew 講嘅，左邊係天啟做教練，右邊係子峰。佢而家做過一個轉移嘅動作，咁佢掹把劍撈佢，之後向前一步進行直刺。好啦，之後繼續做撈劍嘅動作，係咁做轉移，之後再褪下一步咧就係做弓步，咁呢個就成個轉移嘅動作啦。